Hello，各位 YouTub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Adi 啊。咁今日繼續回答大家嘅問題。OK，好，第一個問題係，請問日本央行加息，全球股市是否受壓？明年首季港股先跌。嗱，咁首先可以睇一睇啦。呢個就係唔同央行嗰啲利率走勢圖啦。咁你見到啦，日本央行咧已經加咗3次息㗎啦。其實 OK，之前0.1啦、0.25啦，而家0.5啦。OK，咁其實我想講咧，如果你有睇過我哋之前啲片嘅話咧，其實係我哋不嬲都應該知道咧，牛市嘅時候咧，同埋有通脹嘅時候咧。啲央行先至會加息嘅，OK，即係譬如好似聯儲局咁樣睇翻之前啲牛市，譬如呢度啦，OK，03年呢個04年去到07年呢段時間，OK，係一個大牛市嚟嘅，即係03年到07年，咁你見到啦，呢段時間咧係一個加息週期，即係04年一路加到06年、07年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喺牛市同埋通貨膨脹嘅時候咧，先至會加息嘅。然後冧市嘅時候咧，同埋通縮嘅時候咧，先至會減息嘅。OK，上一次另外19年、20年嘅頂都係啦，你都見到。OK，即係又係升市嘅時候先至加息嘅，跟住再上一次，啱啱呢一次都係啦。OK，係啦。咁所以係跌市經濟差嘅時候先至會減息嘅。咁所以呢個問題就話：請問日本央行加息，全球股市是否受壓？呢樣嘢咧係錯嘅。同埋嗰個地方嘅央行，譬如日本嘅央行咧，佢自己加息嘅話咧，係只係影響到佢自己本國嘅經濟嘅啫。OK，咁咧就算聯儲局咧，佢過去基本上呢一個加減息咧，都只係影響佢自己嗰個經濟，除非你係做一啲聯繫匯率，即係例如你掛鈎咗。美元，譬如好似港幣咁掛鈎咗美元嘅話，咁佢個息口咧就會對我哋係有機會有影響嘅，即係對香港。因為你個貨幣政策係會受制於你掛鈎個貨幣嘅，其實 OK 咁，但係基本上以我所知係冇任何國家係掛鈎日圓嘅 OK，咁所以佢加息咧係影響唔到全球嘅股市啊，其實 OK，即係你諗下佢加息仲要加咁少，就算佢再加嘅話，可能都係加到0.75係或者加到0.65咁樣，即係唔知佢加0.15定加0.25啦，多數情況都係加0.25嘅啦 OK，咁佢。就算真係加息，你諗下，佢唔會對其他地方嘅經濟有咩大影響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樣嘢唔會係全球股市嗰個，即係唔會有咩影響咯。OK，係啊，咁所以呢個邏輯上，即係呢個邏輯上，呢個問題嘅邏輯係完全唔啱㗎。OK，係啊，咁跟住然後再推到去下一年2026年第一季嘅香港港股先至跌嘅話咧，呢個邏輯上唔係咁樣嘅。不過我哋認為第一季應該都會繼續跌嘅。OK，同埋你話先跌咧呢樣嘢，我諗都係唔啱嘅，因為其實今年2025年第四季咧個頂部10月頭嘅時候已經見咗頂㗎啦。OK，你睇到 OK 科指係跌得明確啲啦。OK，你見到你諗下呢度科指已經跌咗2成㗎啦，其實 OK。即係由6600幾跌到5300幾點，呢個跌咗1300點 ，OK，咁跌咗20% 㗎啦，基本上已經 OK，但係呢個暫時都未有見底信號啦，所以我哋估計都係未跌完嘅。咁恆指相對跌得少啲啦，跌得少嘅原因咧係因為啲傳統股主要係啲內人內險咧就頂住咗嘅啫 ，OK， 係啦，但係好多之前熱炒嗰啲咧，大部分基本上都跌晒落嚟㗎啦。最熱炒嗰啲係跌得最多，不過我哋都嫌佢未夠多啦，當然係啊。咁而家呢個圖咧，你見到啦，佢跌又未必跌到好多，暫時嚟講27000幾點，最低嘅時候24000幾點 ，OK 呢個位置。咁暫時呢個未穿到嘅，但係你見到好多股票已經穿晒落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好大機會個市都係會再向下㗎啦。OK，譬如你見騰訊呢啲已經跌穿咗，即係之前10月份嗰個最低位。OK，你見到大部分股票咧，基本上都係9月、10月。或者最遲11月都見頂㗎啦 ，OK， 都冇乜股票係11月先見頂，即係你睇呢啲圖形咧，全部都係10月頭，或者有啲係更早7月啊、5月啊見頂都有嘅。譬如你見1211嗰啲一早已經跌緊㗎啦，其實 OK，1211呢啲你見到5月嘅時候已經係見咗頂，一路碌緊落嚟㗎啦。OK， 咁有啲遲少少啦，你譬如就算939呢啲咧，你見到佢上個頂係7月嘅，咁而家呢一下係反彈彈翻上嚟，而家又跌緊落去啦，咁好大機會都會繼續跌嘅其實 OK，
咁所以而家根本已經一早入咗個調整浪㗎啦，咁所以你話下年首季港股先跌呢樣嘢，其實係唔係好成立嘅，因為好多主要嘅成分呢啲全部成分股嚟啊。譬如你講緊小米，小米又係6月尾見頂嘅 ，OK，然後叫反彈，有個反彈去到9月尾彈咗上嚟，然之後你見一路已經係60幾蚊，一路跌到最低30幾蚊，咁而家呢一下可能係反彈或者係見咗底都唔奇，不過我認為反彈機會大啲啦，即係36蚊呢個應該就唔係大底嚟嘅，應該仲有最後一下。如果跌多最後一下落嚟，即係咁樣跌嘅話咧，咁我肯定會買啦。即係如果咁樣跌多一下嘅話，咁個浪就非常之齊嘅啦。OK， 係啦。如果個浪係真係咁樣行嘅話咧，咁呢個就係非常靚嘅見底啦。但係如果呢一個即係如果個浪係唔係咁樣 A、B、C 啦，OK， 而係呢個先係 A、B， 然後呢度已經 C 完結咗嘅話咧，即係呢個係咁樣1、2、3、4、5啦。咁基本上可能已經見咗底，咁呢個都會跌嘅，其實會有個橫行嘅調整咯。呢個係下一個升浪嘅一浪，只係個分別係跌多跌少嘅問題咯。OK， 所以小米都係其中一隻我哋非常想入翻嘅股票嚟嘅。咁而家繼續等緊啦，係20零蚊就最好有啦，不過機會我諗都唔大嘅，因為我哋都計過估值嘅，個估值似乎都見唔到20零蚊。係啊，希望會見到，好彩嘅話會見到，係啊，但係30零蚊就都講咗會見啦，係啊，咁已經見咗啦，OK，但係應該會再有嘅30零蚊呢個位置 ，OK，咁所以希望會見翻 ，OK，咁所以你話個問題就係下一季係咪第一季先跌咧？咁就應該唔係，因為已經入咗調整浪啦。就算你見恆指都係10月頭已經見咗個頂㗎啦，即係個跌幅唔係好多啫，即係跌咗1成到啦，而家跌咗。由最頂到最底跌咗2000零點咁樣，咁即係跌咗1成到嘅啫，係啦。咁但係你見到基本上咧已經係一浪低於一浪嘅情況出現緊嘅啦。OK， 但係而家睇個形態咧就似乎仲喺度橫行緊咯，同埋而家60分鐘圖咧，即係今日嚟講啊，60分鐘圖咧有啲見底信號添啊。OK， 好快會反彈。我哋啱先同我哋學員講，呢個位置咁樣，呢度啱呢度講啊，係即係早1個鐘度。連咧會有個反彈 ，OK， 呢度有個底背馳，係啦，估計係反彈啦，係啦。咁你見之前見頂呢啲頂背馳，你就係咁樣短炒咧，呢啲位置都已經夠你做噶啦，其實係啦，呢啲頂背馳、底背馳，嗱你就諗下，你淨係可以喺呢啲位買，呢啲位 sell， 而呢個位唔做啦 ，OK， 呢度都有個底背馳，係啊，呢個位賣翻。呢個位再 sell， 呢個位再買翻 ，OK。下一次你等到佢再有頂背馳嘅時候，咁又 sell 咯，跟住之後又碌落去，又有底背馳嘅又買翻。其實好簡單，你咁樣短炒都非常唔錯噶啦。其實 OK， 呢啲信號都好用嘅。其實 OK， 即係簡單直接，同埋背馳最好嘅其實就係，因為你出得背馳嗰啲位咧，就算唔中都好啦，你個值博率即係就算止蝕，你都係好。即係我舉個例啊，你呢個位置出底背馳，呢個位置買入，就算佢唔係升真係跌穿落去都好，你輸好少嗱。譬如前面呢度都有底背馳嘅 OK， 跟住最後呢個位你買完，佢係唔升係跌穿呢下止蝕，你都係輸咁多。中嘅話你中到呢一啲，你中到呢一個，你賺就賺咁多 OK， 輸就輸咁多，係個值博夠啊，因為你個值博唔夠啊。如果你用其他嘅信號咧，例如你移動平均線呢啲，譬如死亡交叉或者黃金交叉嘅時候，你先至做咧，個市都升咗一半或者起碼升咗或者跌咗1/3嘅時候，你先至做咧，你個值博係完全唔夠嘅其實。OK， 但係頂底背馳嘅話咧，好多時候都會可以摸住個接近頂部或者接近底部咧，先至去做。咁你咧嗰個值博率會高好多咯。呢個係頂底背馳最好嗰個地方咯，其實。係 OK， 咁大家玩開都知啦。其實你淨係頂底背馳已經有起碼都6-7成贏面㗎啦。講淨係呢個咁簡單嘅信號，咁你長線如果你係純粹 trading 嘅話咧，咁樣做係即係其實唔難賺錢嘅。OK， 係啦。但係你話投資嘅話，我哋主力都係做投資啦，就唔係喺度日日炒嚟炒去啦。以前有段時間就係喺度炒嚟炒去，但係而家都好少啦。OK，
入場冇計劃，出場冇準則，最後次次都係高買低買。如果你都想學識完整嘅投資部署，知道邊隻股票值得買，幾時入市最好，大市去向點走，一年跟實策略就可以持續獲利，就即刻 scan 呢度嘅 QR code，報讀我哋免費2小時嘅線上特訓班，掌握完整嘅投資部署。好，下一個問題。請問 A Sir， 請問可唔可以分析下 BTC 之後嘅走勢？可以啊，睇下先。嗱，呢個 Bitcoin 嘅走勢啦，而家咁如果你記得我哋之前講咧，呢度見咗個大頂啦 ，OK 係啊，見咗個大頂背馳啦，頂背馳 OK 跌穿晒個趨勢線，然後我哋嗰陣時11萬、12萬都話佢會跌穿10萬㗎啦，而家8萬都會穿㗎，其實未見底啊，應該會穿8萬啊嚟緊，即係起碼去到呢啲咁樣嘅信號先至見底。如果呢個位置你哋記得嘅話咧，係啊，即係今年年中年頭嘅時候啊，4、5月嘅時候，我哋都話Bitcoin 見底啦，可以買啦，因為出咗個咁樣嘅信號。呢個位置我哋都話見頂，即係純粹睇呢啲信號都已經做到㗎啦，其實 OK 係啊。咁呢個位置我哋都話見頂㗎啦，而家碌咗落嚟啦 OK，咁都未跌完嘅，應該會再跌穿8萬嘅其實係啦。咁呢個 Bitcoin 預期嘅走勢啦，然之後。823可唔可以分析下823？但係823管理層不是很差嗎？OK， 好啊，咁睇一睇823，因為咧我咁樣同你講個8P 咧，好多學生會話唔公平嘅 ，OK， 係啊，呢啲應該係我哋自己內部先至會用嘅嘢嚟㗎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係啊，不過遲啲未必講咁多噶啦 ，OK， 係啊，咁呢份嘢咧，其實你哋可以免費攞到嘅，我哋嘅學生可以免費攞到嘅，係我哋嘅好舊嘅學生，係咁冇問題啦，係啊，我哋學生梗係可以話俾你知啦，你可以直接問我噶嘛，你唔使喺 YouTube 呢度問 ，OK， 嗱一樣啦，823就係領展啦，即係主要靠地產賺錢噶啦，咁呢啲主要睇 PB 嘅 ，OK， 就唔係睇其他嗰啲嘅。睇其他嗰啲都得，但係主要係睇 PB 啦 ，OK 咁你見到啦，佢以前個 PB 咧係大概1.1倍到啦，好啦，你見到0.93一倍、1.1、1.1、0.96、1.1、1倍、1倍、1.2，即係0.9幾至1.1倍之間咯，個高位。咁你見到以前啲低位咧係講0.7至0.8倍嘅 PB 嘅。OK， 即係個 range 係0.7、0.8倍至1倍之間左右，但係你見咧呢幾年咧就跌咗落嚟，咁個跌勢咧就係自從2021年開始跌嘅，個估值就開始跌啦，跌到0.6倍去0.93、0.47、0.85，跟住去到呢2年仲跌到0.6幾到0.4幾，但係你見咧今年啦2025年已經開始向上升緊㗎啦個 range，由0.42倍到0.63倍去到0.49至0.71，即係個低位咧係0.4幾倍嘅 ，OK。高位大概係0.7倍左右啦 ，OK， 係啦。咁如果你用呢一個估值去計嘅話咧，嗱，你用呢個估值去計嘅話咧，譬如我用0.5至0.7啦，不過如果佢個 range 真係上翻去嘅話咧，即係上翻以前0.8至1倍嗰啲位咧。其實你見到會有大概1倍嘅升幅嘅，因為而家現價嚟講咧係0.53、0.55、0.53倍嘅 ，OK。咁呢個26、27年咧係因為佢個業績係去到3月31，即係今年嘅業績咧係呢個26年係去到出年2026年3月31，就係呢一年嘅業績嚟嘅。咁你而家買得嘅話，你起碼都揸1年半載，你就唔止計今年㗎啦，應該計埋下一年，即係下一個財政年度，下一個財政年度就係2026年4月1去到2027年嘅3月31。即係要跟稅季嘅嗰個步，所以呢一年嘅數字係講緊由4月1去到下年嘅3月31嘅 ，OK。咁所以而家應該係睇呢兩行嘅。咁而家0.53倍 PB 嘅話咧，其實都非常之低嘅，你見到係而家個估值係非常非常之低嘅 ，OK。所以領展，而且技術分析上都係一個買入信號出現嘅，其實所以領展係絕對可以考慮嘅 ，OK。咁當然啦，你話點解？認為我哋而家嚟緊會個估值會向翻上啊，去翻0.8倍或者1倍，即係你諗下而家0.53倍，佢如果好大機會上翻0.9或者上翻1倍 PB 嘅話咧，呢隻嘢係應該要升1倍嘅，即係大概升到60零70蚊度咯，應該要上到60零70蚊嘅其實嚟緊。
咁你見到啦，佢個 PB range 下跌嘅主要原因咧係因為香港嘅樓市下跌。OK，咁所以咧呢幾年個估值就係咁跌。OK，而且23年嘅時候進入咗個加息週期啦。加息週期你諗下做定期都5厘幾、4厘幾，OK，而家得翻3厘幾。咁個定期都4、5厘嘅時候，你諗下以前呢隻收息股，以前係個估值係講緊3厘幾去到4厘幾個 dividend yield。OK， 但係佢近呢幾年個低位，即係最低位嘅時候去到8厘幾。OK， 7厘幾、8厘幾。咁你而家個定期都冇啦，5厘係咪？你都翻3厘幾，遲啲繼續減息嘅話咧，即係如果息口又再繼續減落去嘅話咧，呢啲個估值肯定要調整啊。係啊，咁你加息嘅時候，佢個估值要調低啊，咁所以嗰個 dividend yield 先至會提高。但係嚟緊會減息嘅話，你即係嚟緊可能定期都係得翻2厘或者1厘嘅時候咧，咁呢個估值肯定係要上翻去嘅。咁即係話到時已經唔會係5厘幾去到8厘幾呢個 range 咯，有機會可能上翻係3厘幾到4厘幾或者係4厘幾到5厘幾。咁而家你買呢啲股都仲有7厘幾收嘅話，你諗下佢要上翻3厘幾或者4厘幾嘅話，如果佢由7厘幾升到去3厘幾嘅話，即係個股價都要大概升1倍咯。咁所以完全配合個 PB 嘅情況嘅。咁所以823好大機會咧，係應該上翻60零蚊嘅。OK， 即係如果我哋計嘅話，應該係上翻60幾蚊。係啦，但係最保守咧就預0.7倍啦，即係冇咁快上翻1倍嘅，未必係下年就上咗1倍 PB 嘅。係啊，但係最好就係下年啦。嗱，當然個大前提就係樓市要見底先啦。OK， 如果樓市見底同埋減息週期係持續嘅話咧，咁呢樣嘢先成立嘅。咁當然我哋有機會錯啦。如果你睇錯咗個樓市，個樓市唔係見底喎，係 touch wood 繼續向下跌喎，或者係唔係減息週期喎，係而家即刻轉翻加息週期喎。咁呢個預測就錯㗎啦。其實係即係而家呢個預測係 base on我哋認為香港樓市係見底同埋減息週期會繼續。OK， 先至會出現我頭先講嗰個情況。咁最差情況可能都係0.4幾倍 PB 同埋0.7倍 PB 度咯，即係起碼應該都上翻40零50蚊嗰啲位嘅。OK， 即係45蚊左右，都好保守㗎啦，45蚊我覺得係。但係賺10蚊就買嚟做乜嘢咧？係即係你冇50% 或者冇80% 甚至1倍嘅就唔買啦。OK， 不過呢隻有機會有1倍嘅，其實即係我哋都考慮緊。係啊，好大機會會買呢隻，其實我哋都係啦。咁你睇圖嘅話咧，都靚嘅。其實幅圖咧已經齊晒浪噶啦。如果你記得嘅話咧，我哋話嗱，跌市有個 A、B、C 噶嘛，係咪？應該係咁樣跌噶嘛，正常嘅跌市啦。咁你見到呢度好靚嘅一個 A、B、C， 最後 C 浪都有齊5個浪。OK， 係啦，跟住出埋個底背馳。好靚，跟住成交增加，呢啲好 typical 嘅見底嚟嘅，好大機會係今日或者嚟緊呢1-2日，係好大機會係今個禮拜就見底㗎啦呢隻。OK， 即係無論圖形嗱，之前見頂有個好靚嘅頂背馳啦，係啦，呢啲頂背馳跌穿 A、B、C 浪，跌穿趨勢線 A、B、C 浪，嚟緊升穿一確認咧就可以買得㗎啦。其實或者而家呢啲位偷步買都可以嘅，因為7厘幾你都唔使點驚。同埋個估值都係10幾年嘅低位。OK， 所以呢啲係買入嘅機會嚟嘅823米。OK， 好，跟住差唔多。好，跟住仲有問 OK， 跟住仲有人問1810 A Sir 好中意你嘅8P 計算，可否用8P 計算下1810小米嘅高低位？唔該晒。多謝你啊，但係。跟住最後分析下建行同埋中國平安嚟緊47蚊，真希望你是對的。仲有8P 175嘅8P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咧第一時間關係啦。OK， 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都唔可以講太多啊，如果唔係有啲我哋嘅學員會有意見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即係成日話哇，你呢啲你都免費分享俾人哋咁樣就咁對我啲學員就唔係幾公平嘅，係啊。咁呢份嘢咧，其實我哋啲學員咧特別係一舊生，我記得一舊生問問題啦。你哋可以免費 download 到嘅，其實係喺我哋 Kartra 嗰度咧係免費俾你 download 嘅呢份嘢。OK， 咁你攞住自己對住啲數嚟到去計就得，就唔係 exactly 呢份啦，呢份因為得幾隻啫。我哋自己嗰份即係你哋 download 到嗰份係有超過100隻股票嘅8P 可以睇嘅。OK， 咁所以咧你哋
自己 download 嚟睇就得㗎啦，唔明就可以直接問翻我嘅。OK 係啦，咁但係免費嘅渠道就未必可以講太多啦，係即係都有啲意見係話我哋哇唔好講咁多啦咁樣係啊，即係咁啊呢個都非常有用嘅，因為你見到咧8P 嘅話咧係可以計到啲股票每年嘅大概最高最低位係幾多，咁你計完之後就住呢啲位買入，即係譬如用領展做例子啦，你計到其實30零蚊呢啲位就係個低位。OK， 即係今年同下年嘅最低位，就係大概呢啲 range 啦，30頭蚊係啦，跟住好大機會都係升到50-60蚊，甚至更高啊。OK，咁所以你就住呢啲位咪跌到30零蚊買，跟住升到50零60蚊咁就走咗去，你都賺50-60%啊，好過做定期啊，即係同埋好穩定啊嘛呢啲。咁你揀10隻呢啲股票去做已經係非常之唔錯啦。OK，咁今次係咁多啦，多謝晒大家，覺得要用嘅話就幫手 CLS 一下啦。OK，我係證監會嘅持牌人士啦，持有459號牌照。今日講1823、1810、939、700、1211都係冇持有嘅。OK， 係啦，咁但係好快可能都會買翻啲㗎啦，係啊，特別係823。好，咁再見啦，希望幫到各位。好多人以為短線交易賺錢係快啲嘅，但事實上呢，中長線嘅交易係更加適合絕大部分人。我花咗20幾年向巴菲特、索羅斯等等呢啲投資傳奇學習呢套系統，睇咗超過400本書、10萬幅圖，仲教咗超過2000個人，濃縮成今日呢個投資特訓班，用一個簡單易明嘅 formula，令你1晚之內幫你提升幾個層次，最少都教識你幾個新嘅理論。今日我會喺呢度絕密公開俾大家。Webull 港股美股真零收費，抵絕全港，揀啱平台先可以真正節省股票交易成本。聰明嘅你一定要拒絕做蝕本生意，用 Webull， 無論新舊用戶都可享有零佣金、零平台費交易美股，零佣金、零平台費交易港股。依家成功開戶，即享價值約400蚊嘅英偉達股票，首次成功轉倉，可享轉倉手續費報銷，實報實銷，上限2500蚊，即刻 scan QR code 開戶啦！